養狗最頭痛的就係俾毛孩選狗糧啦，揀唔啱，狗狗好容易生病、挑食，望住佢哋唔舒服。我哋做主人嘅真係好心痛，今日就花幾分鐘，一次過將選狗糧嘅竅門講清楚，等我哋嘅狗狗食得健康、長得健壯。先睇成分表，第一樣重要嘅就係蛋白質。蛋白質對狗狗嚟講好重要，係佢哋長肌肉、修復身體組織嘅關鍵。雞肉、牛肉、魚肉都係優質蛋白質來源。如果狗糧入面蛋白質唔夠，狗狗肌肉長唔起嚟，會變得冇力氣，免疫力都會變差，成日生病。一般嚟講，幼犬狗糧蛋白質含量要喺22%負32%，成犬都要有18%負25%。再嚟睇睇脂肪，脂肪可係狗狗嘅能量炸彈，仲對皮膚同毛髮健康好重要添。雞油、魚油唔單止可以俾狗狗提供能量，魚油入面嘅 Omega-3仲可以令狗狗毛髮變得柔潤有光澤。如果狗糧入面脂肪唔夠，狗狗冇晒能量，成日冇晒精神，皮膚都會變得乾燥，毛髮乾枯易斷。成犬狗糧脂肪含量喺8%負15%比較適合，幼犬可以高啲，10%負20%，但都唔好太多，唔係狗狗好易發胖，引發各種健康問題。跟住就係碳水化合物，呢個可以俾狗狗提供日常活動嘅能量，仲可以幫助腸道蠕動。常見嘅穀物好似小麥、玉米、大米都可以提供碳水，但有啲狗狗會對穀物敏感，出現軟便、皮膚痕癢等問題，呢個時候就可以揀含有紅薯、豌豆呢啲穀物替代品嘅狗糧。不過碳水化合物喺狗糧入面都唔好太多，20%負30%就得啦。肥胖嘅狗狗要更少啲，控制喺20%以內。礦物質對狗狗嚟講都好重要，鈣同磷對骨骼同牙齒健康好關鍵。缺咗鈣磷，幼犬骨骼發育唔好，好易變成羅圈腿，成犬可能會骨質疏鬆，稍微運動下就骨折。仲有鋅可以令狗狗皮膚健康，缺鋅嘅話，狗狗好易脫毛、皮膚發炎。維他命都唔可以少，維他命可以保護狗狗視力，缺乏嘅話，狗狗夜晚睇嘢就好費勁。維他命 B 族對狗狗神經系統發育好重要，缺咗佢，狗狗可能會焦慮不安。維他命 E 有抗氧化作用，可以令狗狗身體更有活力，延緩衰老。盡量揀添加天然維他命嘅狗糧，好似從胡蘿蔔、藍莓提取嘅，比起人工合成嘅更好。除咗睇呢啲成分，選狗糧仲有其他要注意嘅。品牌好重要，盡量揀口碑好、有質量保證嘅。嗰啲雜牌、三無產品，千祈唔好買。仲要根據狗狗年齡、體型、健康狀況去選。幼犬要高蛋白、高能量狗糧幫助成長，老年犬消化唔好，就要揀易消化、低脂肪嘅。如果狗狗有特殊健康問題，好似皮膚敏感、腸胃脆弱，就揀專門嘅處方糧。最後，一開始俾狗狗換新狗糧嗰陣，要慢慢過渡，混合住舊糧一齊，等狗狗腸胃適應，唔係好易肚屙。希望今日呢啲內容可以幫大家揀到適合嘅狗糧，等狗狗食得開心，身體棒棒。